看台北市的南京西路车牌暗时路绑起，昨透早又搁绑掉。按算讲，今仔下晡5点会用透地雷达来检测地面。最近真侪所在拢发生这款意外，专家是认为讲政府无建立完整的3D 地下影像的资料，所以拢无法度好好啊管理。专家嘛建议讲，应该规划共同的管线，才袂定定的误路造成意外。完整来稳定结果。台北市南京西路车牌暗时发生崩落的天坑，甲花囤了后又搁崩去，紧急来封路抢修。21早起到现场做污水管布设，估计要伫下昼5点进场做透地雷达检测。都 OK， 而且有超前的透地雷达的扫描。那针对底下有一些如果有孔洞的部分我们要做钻孔灌浆把它补满。最近，规台湾各地大大小小的天坑事件一直发生。进前，信义区中德街有一搭建案边仔的马路发生崩去。台北市嘛有发生天坑吞特斯拉的意外。专家认为讲，政府无建立完整的3D 地下图纸，地使甲无法度有效来管理。特别拢是遇到灾害甲要补救，应该搁爱来推动土木工程法立法。图资呢要希望能够更完善。那你在设计阶段呢，考虑得更周全，就会让我们的工程呢减少变更设计，那可以让它更加速，安全度又能够提高。专家归纳地层崩塌的3大原因，包含水、沙质地质、管线破去，呼吁地下管要开挖时阵，就要整合，应该透过共同管道来减少开挖，来降低天坑发生的几率。那才不会说今天挖自来水管，明天挖台电信水管，那后天又挖瓦斯管，又没有共同管道，所以地下搞得千疮百孔。天坑的事件不三事有，民众因此若是受到损害，应该爱甲送求赔偿的。律师表示讲，每甲各地业爱背回清楚路崩去的原因，搁再互主管机关来负起赔偿的责任。若是讲公家机关爱负责，民众会当来请求国家赔偿；若是讲建商私人因引起的，嘛爱来负起损害赔偿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